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看《福氣來了》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喺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想去介紹藝術相關嘅咧，當到嘅作品本大家認識。韓國愛作為一個藝術家，讓別人親近自家對生活當中嘅感動，亦係講透過一樣嘅感動到靈感。在業嘅作品當中，今日來到節目當中係一個托兒家第二胎當後生一個將士阿妹哦。佢本來呢可能喺北部離開家鄉做前度嘅石頭，不過後來呢佢感覺還係想像爸爸媽媽一樣教奶兒，做得搞出佢嘅夢想哦，所以是轉到佢嘅家鄉苗栗去追求佢嘅夢想。個人呢，佢漸漸理下，對傳統到創新之間，在非常好嘅連接，然後融合，咪串聯在地嘅經驗咯。所以你理下實實來分享，一見兩手工作室嘅主任楊義健先生，歡迎先生。大家好，我係楊義健，我係苗栗的一個陶藝師，我一下到苗栗工藝園去進駐。佢非常歡喜來到一片老太家講我嘅陶藝故事。哇，先生很好，你講話用安定印象咯，他唔講話幾個人就當甜美安尼嘅感覺哈。先生今日帶來輕動嘅作品咯哈，係同大家稍微先介紹一下好冇？你看安尼，大家安尼擺練哈，人講呢愛色彩嘅時間，係講用安尼無共用嘅茶杯。韓國也茶色人講嘅茶湯，就變到金娜娜誒，很好食，就叫出來，真嘅特別好食呢。好，安尼成發就等於情調，等於氣氛哦。先生，各位今日我同大家介紹唔同嘅故事咩？哈，我想將大家看到嘅哈，安尼色水係你哋渴望你嘅家鄉苗栗咯。就是因為我回到苗栗故鄉以後，就是其實算是重新認識苗栗的感覺。那我發現苗栗其實它就是一個山城，苗栗有很多的山的風景，我們叫做山層疊翠。就是有很多山層層疊疊，不是只有一座這樣子而已的感覺，所以我就是想要把那個山城的感覺，把它畫在我的陶藝作品上，而且是用柴燒的方式來表現。哦，古時候人看到呀，係潮汕嘅，係動自然呈現嘅色水哦，哈。各位，安尼係太自然又太貼嘅感覺，哈。有冇看到呀？就會想去苗栗老了嘛，就等於生活感安尼嘅方式。下個唔也完全係用唔嘅樹，安尼樹捏出來嘅，完全係手作，好冇加任何嘅其他嘅模型啊。冇，像拉胚手拉胚，佢係半機器的形成。跟素捏的話，就是完完全全只用雙手去把它捏出來。像這個茶壺這麼圓哦，它也是用手捏出來的，一直透過不斷的校正去修整，讓它變成是一個正圓形。係講安尼，一個人講茶缸呢吼，茶壺係個無言吼，茶壺嘅係個無言吼。歪，安尼咁做的泡茶好食冇？行係好食，但是就愛泡特別的茶種。哦，係啊，對，老嘅味道就有關係嚇。對。哦，凍漿呢，嗰個安尼研到研，嗰個漿有安尼工具來開發佢嘅形象。對。其實這個最難能可貴的作品，的特色在這件作品就是它的色澤表現。因為一般柴燒我們是沒辦法去預期它的顏色變化。那我是自己去發展出了一套用色料土去表現柴燒的顏色變化。所以其實像這個作品，我們看到黑白還有線條那麼清楚，是失敗了很多件以後才成功一件。哦，嗰安尼講，係意思講，也拍色嘅，然後也咖啡色嘅，吼，係無共用嘅土奶色無共用。哦，就安尼融合共下，就是要把它柔和。因為做你講，因為燒起來，它會有自然的落成，係嗎？自然的落灰，因為在燒窯的時候會有木材落灰，那木材落灰你完全無法預期它是怎麼打在那個作品上的，它有可能落灰一厚重就把你畫的那些圖案全部都蓋掉。哦，古時候也生活係自然嘅，哇，自然就做得很強呢。好，先生講也係經過東島拜嘅實驗，東島拜嘅失敗，當做得按成功按獎嘅吼。古時候安尼茶杯嘅吼，先生唔知道講，比如講，嗱，家拿嘅
安尼就是几个形呢，就个完整的哈，几个它的封口哈，它的这个杯口杯缘，没黑衣。能够蛮柔和的，还有经过一个磨塑打磨哈。对。各位安尼客方要动枪加下个付诶。唔过呢，迄讲枪亚中嘅。它的杯缘就有勾勾带带。对。好，唔过你轻等一下。对，像这个就是手捏的，然后刚刚你喝茶的那个是手拉胚，它就可以拉得很工整。但是手捏的话，我会刻意，我要做工整也可以，但是我会刻意去让它高高低低，这样子你在就口的时候，不同角度你去喝它，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哦，真嘅呢，感觉懂吼，而且会觉得有高度的亲密的度，好也是柴烧的，对，手工的，可以呀，有轻等一下，呀，就是你自己有创新的部分，系嘛？嘿。因为跟爸爸妈妈学，他们都是做茶具为主，但是因为我自己你知道比较年轻人嘛，就会想要做一些比较可爱年轻一点的东西。然后因为我们自己家里有养2只猫咪，然后我自己就是猫奴，很喜欢猫，所以我就以它们作为 model， 然后就是创作了很多猫咪的，像是有花器啊，或者是牙刷架、笔架等等。哦，给呀给黑嘛给喏，那青苔给咋？嘿，青苔给，那咋黑很特别的蚊香座哦，都是用呢。对呀，韩国安尼每位头拿档会出现哦。哎，对，七窍生烟。哎呀，哦，各位安尼每黑你自家学嘅咩位？你 Richard ，Richard，给呀给就系哪一只？屁屁当皮嘅皮皮不是皮球的皮，是皮祖马的皮。皮祖马嘅皮，哇！佢算你生命当中本千度嘅灵感呢。嗰個呀嘅咩係一看就地係用素顏嘅，完全就係手工嘅。唔過同家下嘅茶壺冇共樣係，佢哋會亮亮嘅安尼呢。哦，會金娜娜安尼。其實亮亮咩係彩色的關係。咩係裡邊呢？對，完全就係無法預期嘅。對，其實就是前面那個柴燒的，它也是你仔細去看，它也是會有一點亮亮的金屬光澤。那這個特別亮呢，其實就是不同的窯，然後不同的人去燒，然後也跟四季有關，你春天燒、冬天燒等等，它每次出窯就是會完全不一樣。哇塞，按你講起來，每一拜你看到你嘅成品嘅時節，都是一個 surprise 咯。對。哦，很讚哦！就當初人創作共樣吼，你到底會寫乜嘅東西，還做出乜嘅東西，其實在你嘅預期之外，一定我知道一定會比你想嘅還要貼切，還要好，因為超越你的想象咧。對，好，各位一下嘅家講到，像安尼有上某共樣嘅色，有釉彩嘅，有哪一種按到電燒下？哎，對。然後柴燒某共用就還有電燒，還有瓦斯燒。那我自己的話比較多做的是電燒。電燒的話，其實外觀上很清楚可以判斷，就是你有上色比較多彩的。因為電燒畢竟是我們人用電去發熱，所以你是很可以去控制它升溫、曲線等等。那你要上色的話，你也可以很精準的去控制，說我要有這個賓士貓的形狀啊，然後我要紅就紅，要黑就黑。哦，古說安尼講起來，天燒嘅也係用瓦斯嘅，佢較好控制佢嘅火候。不過潮燒嘅可能溫度啦，差唔多4嘅嗬，火做唔得燙嘅嗬。做唔得。嗰個佢嘅落下來嘅生火，會到底呈現乜嘅色水啦？有乜嘅火花咩唔啲嗬？既然幾種使用，我想講，本色調做好好，咩真正聽你爸爸媽媽嘅腳步開始做同意呢？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是先到台北工作，因為畢業以後，我那時候做平面設計，然後做了幾年以後，就是自己心裡還是會一直覺得沒有歸屬感，很想要回家，但是回家又不知道做什麼好，畢竟平面設計在苗栗就是比較少嘛，然後所以那時候就回家跟爸爸媽媽討論說，我想要回來，但是不知道可以怎麼做，然後那時候爸媽他其實就是很支持我想做的事，然後我有稍微跟他提一點說，就是有沒有可能我跟你們學陶？那他們竟然也是就是很鼓勵我，就說當然可以啊，你如果有興趣的話，我們家裡有這麼多資源，爸爸媽媽都一定會帶你，全力支持你。
然后所以就是因为爸妈的支持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，让我可以勇敢的决定说我要回苗栗。很好哦，真见爸爸妈妈就会安尼传统工艺嘅态势哈，记得当扎实，记得嘅功夫当好，当优，嗰种天天记得好，安尼一天做咧好多东西。唔过我看记得按支持你，按向你哈。你讲我严师出高徒没？你还系高徒咧？嗰种时候，爸爸妈妈敢咪做严师？冇呢，跟讲干啥咯？他们是词师。哦，讲你讲哦，安尼清坤啊，唔怕啊，然后拿来做，干嘛呢？常常我问他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做，然后他们会教我。那我一开始做，毕竟很难拿捏到正确的方式，我就有一点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说啊，不是，我跟你说怎么这样，去拿了怎么做？哎，做铁嘞，哎呦，做铁啊，就是没学到东西。所以后来又再跟他们再开会一次，跟爸爸妈妈讨论，然后爸爸就帮我推荐了一个在苗栗很厉害的，得过台湾工艺奖的陶艺师汤润琴老师，去跟他学习。係啦哈，有慈師咩有嚴師啦哈，佢哋識字，唔過佢哋全力支持你，這樣做的本日還有一件兩數咩？哦，我看到安尼嘅作品，咩感受會到講，誒難怪你係做設計嘅，對美麗嘅東西，哈，就安尼嘅美感，就有自家嘅想法。你講我真到家鄉來創業哈，其實真嘅冇簡單哈，韓國有副家人嘅支持，就算有支持，你咩要讀到心肝度講啊。你敢做的？会成功哦？有怀疑过吗？有，当然有。就是去拜的那个严师的时候，不是严师的错，就是跟他拜师，大概到第3个月的时候，自己心里就开始有点慌。毕竟这3个月是完全没有任何固定薪水收入的状态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会开始有点怀疑自己，说是不是真的可以走这条路，走了这条路又能够撑多久？那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懂有福气的人啊，就是遇到什么问题，自然就会有一个人或是一件事来帮我解决。安尼哈，他家就来天数。真嘅，人家睇意見先生安尼講，佢係有福氣嘅人，今日福氣來了，就等下聽佢分享，今樣有福氣，韓國佢嘅意見兩數，真嘅有青島嘅故事哦。了一下其實真到福氣來咧。大家轉到福氣來咧，今半日到節目當中嘅統一家係一件兩書工作室嘅助理楊一健先生，再次來歡迎先生你好，當後生嘅藝術家哈，嚟一件兩書，一件兩書也個名嘅。一件建築物有2隻樹，安尼做統一嘛？聽講還有哪一個意思係？嘿，這其實呢，一間兩手，這個是源自於我們苗栗的一個客家文化。哎呦，給夠的，因為我們全家人都是客家人，然後爸爸媽媽他們講話客家腔，每次叫我名字怡娟的時候，都會講成一件呢這樣。哦，客家腔很重視出嚟的哈，一件，對，就變做。一件兩手，对，那但是除了这个就是幽默的典故之外，还有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期许。一间呢，除了是一个空间，它也可能是一段时间。那在这个时空中，我们的创作是用2只手，我觉得人类的手是上天给我们最大的礼物。因为你看看，2手之间空空如也，却大如宇宙。你可以创造出任何你想要的事情。你用安慰讲喏，真嘅呢。大如宇宙，就有冇漢字嘅想象力，也係創造力啦，哈！哇，講得很好。好，一下呢，個樹出來變奇色了，變魔術。因為一下呢，意見老師愛圖太高，哈，叫佢來做一個統一哈。我沒有一點難誒，先生今日要做乜嘅東西？今不要來做一隻細筆嘅，輕簡單呢？輕簡單，輕簡單。按個時間哈，節目嘅時間唔係24點鐘啊，因為啲節目當中做一個畢業的。可以的，但是做陶切記就是不可以急，你急的話，它陶土會反映出來，所以你就是要慢慢靜下心來慢慢做。那像这一块呢，我们一开始拿到土都是把它切成这样，我们切好等份。切好了土以后，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
它的这个棱角磨平，让它变得圆滑。我们呢就是要来搓一颗圆球哦。所有的陶器品，我们现场看到的杯子啊、盘子啊、猫咪啊、茶壶，都是从一颗圆开始的，都是从圆开始。哇塞，古说安尼细高高，安样比做一个圆，弄一个圆哦。对，把它这样轻轻的压下去。安尼来其实无动摇的吼。啊嘿啊。要加某个东西，要加水呀，还某个吗？对，如果你觉得太硬的话，就加点水。但其实这个硬度是还 OK 了。还做得下。对。各位迄唔系唔家讲按水做得研出东西咩？唔过还喺当初做的作品当中，还当初有得工具的啊。哦，对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人的双手就是最好的工具。你今天已经配备了一个很好的工具了，有轻好嘅工具。对，但是如果你要做更精细的东西呢，就还是会需要自己的工具。那我们陶艺家其实都会去自己打磨出适合自己的工具。哦，那像我今天就有带来一个这我都叫它尚方宝剑，很雅嘅尚方宝剑啊。对，因为这个呢是用七里香木研磨出来的。七里香一开始是这么粗一根，它这个用原木材，然后用砂轮机慢慢的去打磨出这个样子。打磨好了以后呢，我们还要泡在油里面，然后再去就是一边看电视啊，然后一边这样磨，让它变得比较细致光滑。可以讲，按你嘅原木漳州得做按你嘅一机哦。对啊，因为你看这个工具，它有一些弧度、角度，所以你如果太细的话，它会没有办法做出你想要的那么大弧度。还有再来就是，其实木材很容易，它会有一些裂纹，所以你要这么大根，你才能够找到中间一小块，它是没有裂痕的。古时候嘅尚方宝剑非常的珍贵，你讲佢系七里香，对，七里香。哦，做嘛要不要先用七里香？因为七里香木它的那个木纹是交错生长的，然后它生长的密度非常高，所以它是比较能够耐久的。因为像我们一把工具，我自己啦，我都要做3天以上。那这么久的一个时辰，我当然可以希望用它5年、10年，长长久久。古说按你嘅工具哈，按你嘅梳头，佢咩轻刚强哈，轻有韧性啊，你去做。哎呀，他就来做按你黑茶笔。好，弄一个耶。对，从一颗圆球开始，然后当你搓好圆球了以后，你就要先找到中心，找到中心以后向下挖掘。对，因为茶笔要有一个凹洞咩？对，挖掘就是去给它开洞，我们叫做开洞，一边旋转一边开洞。哦。应该不要留指甲哈，将来指甲较长。对，不要留指甲安尼。对，像我们都完全没有指甲。安尼当初咧，迄讲好做烘焙的人没有感觉，拿面粉面头的时间来做烘焙。这我就不懂了，不会做菜。然后像你在捏的时候，如果产生一些裂痕，你就要适时的沾点水，然后趁它还没有太裂的时候，就把它补起来。我做完呢，高奶也当好高哦，因为你只要有水，它又可以变成很融合，就变圆呢。对，那时候它的可塑性非常的高。对，好，先生，安尼要做个旧样做得做一个鼻炎哦。懂讲啦，慢慢来做，不要心急。往下那个挖出你要的深度以后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向外扩张。好，那所以就是手指往旁边捏。比一个杯子杯身较薄下，做得装茶嘅，可以装茶汤的空间较多。对，你就是抓出你杯子要的大小，然后往旁边扩张好了以后，我现在就是杯的底部已经成型了，我要来往上长，我要让杯子长高。这时候手势就换成这样，2只手一边往中间挤，一边往上去推，手有点像这样子的姿势。安尼无当简单呢。有的就我做起来变香菇了，我们都会按那咯。这是正常的。真的吗？对，这是必经过程。而且陶土好玩的地方就是，你现在把它变形变成这样了，你只要再换一个手势，它又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。可塑性很大。
先生安尼，迄讲做，唔好笑我，唔要真嘅安尼，要做嘅安尼，无按简单，当然讲，要做艺术家，要做太师，要经过时间啊。甲头前讲，又有词诗，又有言诗嘛，吼。拜师3个月就吃到挑战青台，咁样诶，要本都差唔多学几久诶，本家听讲，一家来开业咯。差不多，好像有攀岩1年哦。那时候是一边在做，一边在学的时候，然后一边就会挑选出自己觉得已经够格的作品，然后就是试着要一边来贩售。然后这是很幸运的，就是当我在那个过程中，其实就已经得到很多人的青睐。哇！然后我就会觉得，就是那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。因为毕竟当人家一直跟你称赞说你的作品好漂亮、好漂亮，跟实际把钱拿出来收藏回去是完全不一样层级的开心。哦，所以后来就得到鼓励的。对，然后当然一方面也是觉得，有这么多人喜欢的话，那我产量不够了，我要更专心的来生产这件事。你就全力以赴嘞。对，好，你底部敢是要讲本期要平平这样做的冰啦哈。我冰的话，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，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做的是最简易的杯型，最简单的方式我们要做圈足，圈足就是让你的杯底不是一整个平面，而是接触面积比较小。接触面积比较少的话，你只要在底部这样往上推，去弄出一个凹洞出来。凹洞，像这样子，浅浅的就好了。先生，我知道我安尼做的，因为我可能安尼数做的，安尼咩人会安尼差不多啦。对，懂讲。好，安尼就差不多。迄讲安尼，我家听讲安尼就好。就做的安尼准备做的时候，有冇该过程冇柴烧的过程？其实就是这个土胚啊，我们现在还是富含水分的状态。回去以后要先把它阴干，让它里面的水完全蒸发出来，这个胚会白掉，会变成白色的。差不多迄讲后天热天咩？热天天时冻好，一年四季天时冇用。热天差不多做得不用几日。热天发1-2日就差不多诶，就糟蹋嘞。就做得起烧咩？但是我们柴烧的时候，我还要帮这个作品加工，就是我们会在下面垫片，垫一个隔热的垫片，然后送去窑厂以后，会有专业的叠窑手把作品放在那个窑室里面，然后叠窑完了以后呢，就会封窑，封窑之后就开始人工的去投柴烧。哇，安尼你看有相片，就新也做唔得团安尼嘅火，佢嘅温度做唔得降下来。真的，我们从一开始点火开始，要经过4天4夜的柴烧的时段。那这个柴烧其实我们要升温升到1250度，就是完全都是靠人工投木材。那因为毕竟这样4天4夜嘛，所以我们的24小时都会有人轮班，所以我们烧一窑会集结很多陶艺师一起。哇，团结真嘅系力量呢吼！安尼烧，各位烧好。各位还会不用比两张做的开窑咩？对，烧了4天4夜以后，要让它自然降温，千万不可以很心急就把窑打开。这样子的话，因为窑内窑外的冷热温度差太多了，它会那个毁损，可能会爆炸或是裂掉。嘿呀，安尼各位差不多不用去久去做的开窑，大概放个6天以上。古时候其实从做本期应该各会叠窑、封窑、烧，各不用对啦，差不多2礼拜的时间。差不多。咁你家头先讲到，可能大概要有10排咩？好，安尼吼，等一下吼，同大家来分享吼，迄讲10排。用个啥呢？唔知我今日做的敢做得入窑了呢？等下再来同大家分享哦。做好咧，有奖冇有奖吼，也系我做的啦吼，也系甲先生做的。先生，我讲啊安尼，做得啦吼，迄讲啊爱入窑去烧，
做的没做的啊。啊，就会自然的皲裂的纹路，对，像你现在上面有一点点裂痕啊，烧出来它就是会有这样裂痕表现，那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美。其实它不会漏水，它还是可以使用。先生真经营很好，佢讲有哪一种美好奖，就是佢讲来做的作品就会动奖就错的。对，错。先生真係懂要鼓勵人，當像我哋平常時冇得做，迄個太搞以後嘅時節，就會安尼受到鼓勵。好，安尼就很難認真嘅表面去做哈。要快樂才可以做得久啊。係哦，真嘅，先生講安尼，迄個我哋安尼表咧，哈，做得業業嘅哈，係唔係有成功沒有失敗嘅經過？對，尤其是柴燒，之前有跟一個柴燒窯主跟他聊，他說其實柴燒成功率大概50%。很容易，好好的作品，你把它就是很用心的完成以后，送进窑，然后烧了4天4夜，然后冷却2个礼拜，出窑以后，你的作品它可能是裂掉、冷裂，或者是过火起泡等等的状态。然后还有就是烧出来的时候，因为你无法预期颜色，有时候你可能希望它是这样金光闪闪的，但是烧出来可能乌漆嘛黑的。像这种不如预期的时候，就是大家我们陶友就是练就了一身，就是修养非常好。有哎，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是，我觉得不去预设立场，就是并不是金光闪闪的才叫做好作品。其实我觉得柴烧陶它是没有好坏，没有美丑，它只是不一样而已。哎，安尼当好呢，安尼就会接受係啊。我記得有講一句話。都買個無償嘅係嗎？啊，對，那是一個客人，他聽我分享剛剛說柴燒的風險以後，他就跟我說，那難怪你們看起來都是非常的快樂又寧靜，因為你們一直都生活在無常的環境裡面，所以就是練就了很好的修養。係咪講哦？嗰個安尼，睇搞到認識到陶藝家大部分都是蠻沉穩的，對，很沉得住氣，真的因為有經過動到颱風太冷，大半呢就。50%會成功，唔過50%會失敗。這個幾率是1半嗎？根本就是高風險呢，非常高。係啊哈，各位，安尼看到一個作品哈，你就講無論幾樣都會講咩哈。剛講冷裂是因為冷卻的時候裂掉，冷的速度太快，降溫太快。哦，降溫太快沒歪。對，因為熱脹冷縮的關係，它那個胚體承受不住，它就裂掉了。可是它冷卻是希望人的控制，我哋嘅貨嘛，也係講低度給自家本身比嘅胚土它自己的狀況。其實冷裂的話，就是因為柴燒，我剛說4天4夜燒完了以後，我們讓它自然降溫。那有些人，最理想是要降到室溫，大概20-30度，你再把它打開，它這樣室內溫差就是不會太大。但是有些人就是心急，他可能幾百度，他就忍不住了，我要趕快開看，然後一打開，我們就會聽到。唱歌，叮叮當，叮叮當，就是叮叮當當的聲音。哇，鼓手呢，愛沉得住氣，愛穩定哈。各位唱高溫，佢咪會起泡哦。對，太高溫的話，也是胚體承受不住的關係。因為像陶土啊，它有它自己能夠忍受的溫度。像我們一般是燒到1250，那如果你燒到太高溫，1280、1290的時候，它就會起泡，就是它有點。怎麼講？有點像溶漿的那種岩漿的這樣起泡，或是有些根本你拿錯陶土去燒了，它燒出來是整個溶掉，一攤在那邊的。哦，鼓手有懂到的現象哈。對，我聽過有人講燒一燒爆炸了。有沒有案例呢？這比較常發生在初學者身上，因為像我們在燒窯，在捏塑的過程中，我們會讓它陶土是比較均勻的一個薄度，但是初學它可能很難去掌控，它可能捏得太厚了，2公分，2公分對陶土來說就算是很厚。那因為這樣子這麼厚的陶土在燒的時候，它很容易外面已經燒熱了，裡面還冷冷的，也是熱脹冷縮的原理，它就會因為這樣子就產生就爆炸。那爆炸係唔係個鬼友嘅作品？對，我常常在工作坊的時候，我就會去恐嚇我的學員，就說你要好好做，因為你如果做得不好，裡面太厚或是裡面包空氣爆炸了，你不只是毀了自己的作品，你還傷害了窯，你還害所有的人的作品都會粘到你的碎片。
哦，我本日第安尼经验重新，其实我动认真3万经验吼，佮安尼讲到初学者，较要有安尼个经验啦吼。通讲唔嘅把唔输生人呢，请本胎人来学用的咯。就其实主因也是因为小朋友他的那个手的握力不够，然后他也比较难长时间的专注在他的作品上，他很容易就会产生我刚刚说的情形。那还有另外一个，我自己的想法是，我觉得小朋友你既然来捏陶的话，我们就不要限制他说，你一定要怎样子，不能太厚，或者是不能包空气，你就干脆让他自由的创作。那自由你去做海底世界啊，然后什么有趣的东西，但是你就不烧就没事了嘛。你不烧的话，陶土你把它放干，还是可以变成你的一个装置艺术作品。真的哈，古说胎人同生人爱学嘅方向无共样哈。嘅先生看，你根本嘅2、3年做嘅，如果我们都敬仰，都烧得很漂亮完成了。工人讲吼，我安尼色水嘟嘟吼，有金奶奶，冻浆，唔盼得拿来用。对，因为像刚刚讲到说柴烧风险很高嘛，那相对它价格也比较高，很多藏家买回去以后那么贵，攀得用，然后把它放在那个橱子里面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都会建议说，柴烧的东西就是越用越美丽。真嘅呢？安尼係咪有乜嘅保養嘅方式？其实很多喝茶的人，他们都会做一个养壶的一个动作。那养壶呢，其实像我今天现场带的这一个壶，它就可以有立即的效果。像我现在呢，就只是拿一块布，然后去用清水而已，用水分直接你这样子擦在这个壶身。哇！岩石基础有本滋润的感觉了哦。对，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一个养壶的立即效果。那其实像一般人在养壶的话，他会用你泡茶用生的茶汤去把它这样子擦。那除了茶汤保养之外呢，其实你自己的双手有油脂，你常常去摸，常常去疼爱它哦。就会有精灵跑出来，就会发光就出来啦。对，因为手的油脂它有毛细孔，就会吸收水分也有分。对，哦，就会越用越讲古手，大家买的哈，按贵啊，按珍贵的作品哈，唔盼得用东西就要用，这样有价值哈。刚刚讲到，其实因为爱柴烧的时间，爱大家轮等，因为吸热做唔得水木，系啊，你又不能让火断掉，温度做唔得光嘛，哈，这样会升高。各位你要同意。会串联起来怡君老师没有做一个就系艺术家蔡地成人串联嘅计划，这个同学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吗？好，那是我去年去参加的一个全球客家串流计划，然后我是回到苗栗的工艺园区去做一个驻村艺术家，在那里面完成一系列的陶艺作品。那这个陶艺作品我后来也办了一个展览，是在苗栗的一间白线的茶餐厅，然后这个展览的名称叫做饮山。饮就是饮水人的饮，然后山城的山。其实呢，就是希望可以做一个像我们这些人做一个饮水人的角色，去展现出我们这些返乡青年在苗栗做了很多的事，发光发热，然后把我们成果展现给那些还在外地打拼的青年们，吸引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回来山城，去共创我们的梦想。安尼就有饮水思念，安尼嘅感觉系啊，家大家吼一讲到几件点嘅，係咪記得啊？福喜來咧之前來到節目當中嘅來賓，安尼記得用嘅盤嘅啊，嚇錢都當獎就係唔嘅作品嘅喎。哇，嗰時其實吼大家互相珍惜。互相珍惜，互相交流，你就做得展現出，剛剛講到團結嘅力量，有相反的人激盪在一起，會有更美麗的火花。對，安尼迄個所有嘅朋友，想要行下多嘅顏色，無論係陶藝，也係作品，因為有安尼傳統嘅結合創新嘅咩，吼，有懂到嘅靈感啊，吼，愛上來。可以上臉書搜尋一間兩手哦，安尼就一間。兩數，安尼就做得好。其實一件兩數吼，愛做得行到也好，爸爸媽媽嘅支持吼，除了支持，當中沒有義父。爸爸媽媽講做安尼咩會做埋呢？因為好好做茶筆，你茶筆安尼又刻來刻去，安尼因為你係咪安尼？哇！一開始的時候我做這種不定型的杯子，然後他們就會把它拿去說：你是不是不知道怎麼做圓啊？幫我把它全部調整。
我说我故意的。然后或者是我做这些小猫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做这要干嘛？但是呢，有一次爸爸他陪我一起去摆摊，去市集摆摊，然后他才发现哇，这些都懂好呀啊，冇用的东西买到庆好。哎呦，古时候你就讲，其实呢，无强用师态吼，想法交流吼，真正做出很好的东西哈。古时候爸爸妈妈咪对你懂安乐，懂放心。好，繼續支持你啊！哈，好，所有喜歡陶藝、喜歡也到潮汕美好、天潮美好安尼嘅藝術作品哈，歡迎大家做得上意見兩數同先生來交流一下，同佢支持一下。今日再次感謝先生嘅分享，真係非常喜歡嘅作品啊！今日要感謝所有朋友嘅收看，安尼好嘅作品同大家來分享。等下繼續聽先生來做運動了，張來了。